末日聖母號，我直接講我嘅結論啦，就係我絕對推薦大家去睇嘅。如果你仲未睇嘅，我真係勸你盡快入戲院睇啦，因為有啲觀影體驗咧，一定要喺大銀幕先會完全感受得到嘅。我俾佢係8.6分，呢個分數我唔係隨便俾㗎，係一部我覺得喺各方面都做到好到位，甚至有啲地方係超出晒我預期嘅作品嚟嘅。咁呢個類型嘅作品咧，係喺2000年咧有湯漢斯嘅劫後重生，同呢個2021年又係湯漢斯嘅作品呢個分歧咧，都係有啲異曲同工嘅，都係一個男主角唱獨角戲嘅。其實你一睇呢種類型咧，你會以為又係一個典型嘅太空科幻啦、個人啦、太空船啦、任務啦、生存啦。但問題係呢個戲咧，其實好難拍嘅，因為你要撐2個幾鐘頭，而大部分時間係一個演員去撐，仲要係觀眾係唔悶啊。呢個本身咧已經係非常困難去完成嘅作品嚟嘅。但末日聖母號咧係做到完全係睇得好舒服，2個幾鐘頭一啲都唔悶，都不達止咧，仲有咧佢會睇得你好過癮，感受好深。我覺得佢最厲害嘅地方咧，佢唔係將件事複雜簡單化咁簡單，而係將呢個複雜嘅嘢咧係慢慢轉譯。點樣為之轉譯呢？就譬如佢講嘅其實係一個好龐大嘅科學嘅問題，牽涉到太陽啊、宇宙啊、物質變化呢啲，正常人一聽到啊就會覺得頭痛，亦冇興趣睇㗎啦。但佢處理得好好，佢係一步一步帶你去理解，佢唔會一開始就塞一對專有名詞俾你，而係用啲直覺嘅因果去講。譬如太陽出咗問題啦，呢啲觀眾好容易明啦；地球變咗凍啦，農作物死啦，大家容易明啦；饑荒啦，人類崩潰啦。咁唔夠食啦，點算啊？死好多人咯！你唔需要識科學，你都會明嘅嘢嚟嘅。一點其實佢已經拉開咗同其他電影嘅差距，所以佢可以一步就到位，令到你好容易去吸收佢俾呢個信息，然後好有耐性睇佢。我反而想借呢度咧去講一下更加本質嘅問題。點解美國電影工業可以長期領先，而香港或者內地成日都追唔到咧？好多人會話係資源啦、技術啦、資金啦，但係而家資金資源呢方面已經多咗好多㗎啦。但係我覺得全部都真係表面嚟嘅。美國電影工業嘅贏咗嘅核心問題係在於態度。美國嗰套嘅工業邏輯係你要令觀眾相信、理解、投入，先至可以一步一步跟住你睇部戲。所以佢會做3步嘢係好到位嘅。第一咧係資料做到好足，你睇到佢有好多嘅細節都係經得起推敲嘅。第二咧係轉譯清楚，就算我頭先講嘅轉譯嘅方法啦，再複雜嘅嘢咧都可以變成觀眾容易聽得明嘅話語。第三咧情感要落地，係令到你有感受嘅概念嚟嘅。但華語電影咧好多時候咧係咁嘅，就直接一跳就跳到第2步啊！咁呢個資料做得足咧，好成問題。以為華語片認為有咗設定啦，有世界觀啦，觀眾就自然會明啦。其實唔係嘅，其實好容易因為有少少唔明咧，觀眾就出咗戲啦，就跟唔上。呢個唔係能力嘅問題，係觀念嘅問題。所以美國電影領先係領先在態度同埋觀念。講翻部戲本身啦，男主角係由賴恩高士寧飾演嘅。佢今次做嘅角色咧，其實幾反套路㗎。佢只係一個普通嘅教授，一個普通嘅人，但係佢知識領域當然好高啦。但係佢絕對唔係一個英雄，甚至可以話開頭都好貪生怕死嘅喎，接近有啲少少嘅自私嘅。咁佢冇承擔呢個大任務嘅能力嘅。如果用傳統嘅寫法咧，一定會好快就要幫佢洗白啊！咁定位冇問題，改咪得咯。但係佢變化係可以一步步嚟嘅，部戲係慢慢令到佢好自然咁去變化。我哋會睇住佢點樣面對呢個環境，點樣去適應，點樣由抗拒變成開始承擔責任，最後睇到佢成長，佢嘅改變。呢種變化唔係靠幾句對白，而係靠一連串嘅經歷推出嚟嘅。所以觀眾就會慢慢相信，呢個就係寫作嘅技巧，呢個就係編排劇情嘅技巧。所以呢部作品嘅技術含量係好高嘅喺劇本上。而去到呢度咧，都未係佢最勁嘅地方。真正最成部戲最拉高一個層次嘅咧，係洛奇呢個角色，呢個外星人，呢個外星生物咧一出場咧，其實已經顛覆晒你對外星人嘅想像。因為我冇預期入去嘅，我完全唔知道有外星人嘅呢部戲，所以呢個人咧就唔似人喎，冇表情，唔同環境，甚至連溝通嘅方法都冇嘅。咁點算咧？但係戲最聰明嘅就係
佢唔係直接俾你一個已經識溝通嘅外星人，佢係由零開始啊！咁你要玩嘅就要玩同佢溝通咧，即係好似幾十年前嘅 E.T. 外星人一樣，由手勢啊到聲音啊到理解啊到語言啊，你係一步一步同主角同佢一齊去跟進，係一齊學嘅。呢種設計咧，就令觀眾咧就容易有投入感啦。好似觀眾都係住喺度教緊嗰個人去學嘢咁，因為你唔係淨係靠你噏，而係睇住你一步一步咁佢學識上嘅進步。而係溝通結合咗之後咧，戲先開始轉向另一個層面啦，就係情感啦。一開始咧，男主角係一個冇乜牽掛嘅人，佢冇家庭、冇責任、冇人等佢，所以佢根本唔想負起呢個挽救世界所有人嘅責任，所以佢唔識犧牲，呢個係完全合理嘅。但當洛奇外星人出現咗之後咧，佢第一次有一個真正嘅情感嘅連結啊！呢個連結唔係愛情，係責任，甚至呢個責任唔係來自於同類喎。咁呢個先係一個好特別、好溫馨嘅地方。但係佢睇到你咧，你覺得係好真，非常願意去相信。慢慢已經唔將佢當係一個外星人，只係當係一個你愛護嘅人。以下就開始有好大嘅劇透㗎啦。當去到後邊之後咧，戲俾咗一個選擇俾男主角，你可以直接翻地球㗎啦，因為你應該夠油可以，因為外星船已經俾咗你足夠嘅油，你可以翻去啦，完成任務啦，甚至乎可以翻去威啦，又或者可以唔使再冒險啦。正常嘅戲點咧？咁就係一定係翻地球㗎啦。但係呢部戲冇揀呢條路，男主角係揀咗後面嘅另外一條特別嘅路。呢個選擇唔係為人類，又唔係為咗咩大。咁而家呢樣嘢先至啱觀眾口味，唔好成日話英雄要救全世界嘅諗法。我哋顧慮翻自己，係因為佢始終有一個佢值得佢付出嘅人存在咗。呢一刻佢先至係真正嘅成長。咁觀眾先至會感受到呢個人物同自己有關係。呢種樣永遠係英雄啊，好打不死啊，救世人啊。呢個觀眾已經睇得太多啦，你唔會有同感。所以呢個結果咧係好大膽嘅。佢冇翻到地球啊，佢選擇留喺洛奇嘅世界，繼續生活，繼續教書。教邊個咧？教外星人啊！如果你用傳統商業片嘅思維咧，你會覺得呢個結局唔夠爽喎。觀眾點共鳴啫？唔翻地球。但如果你跟住佢成個人嘅線去睇咧，呢個係唯一合理嘅結局，而係非常之好嘅結局。我覺得真係好高明，因為佢真係解決咗一個問題，唔係地球危機咁簡單，係佢自己嘅孤獨，都係需要解決嘅問題。咁最後，我想講翻一個最關鍵嘅嘢啦。末日聖母號咧，表面係一部科幻片，但本質咧係一個關於孤獨、情感嘅連結同成長嘅故事。佢用好紮實嘅電影工業嘅方法包裝一個其實好簡單但好難講好嘅故事核心。人點樣由一個只係為自己而活，變成願意為另外一個人存在嘅付出。而呢樣嘢咧，佢係一步一步建立出嚟，完全冇偷步，慢慢好有技巧、好取巧，令到你非常之相信到頭。點解佢可以令觀眾一路相信呢？其實佢有啲嘢好多好誇張嘅。咁佢有乜可能一個教書嘅人可以做到呢個太空人嘅技術問題？但係問題，佢係一步一步令你相信。所以呢個就係令你感覺到佢故事有誇張嘅地方，但係你都願意去陪着佢成長，去相信。呢個就係佢功力嘅存在。